这个天气愈来愈热，真侪人的厝内会来开冷气。讲有一个关键的动作，咱若是做有够，电火钱会当省一半哦。另外热天嘛，真食电的冰箱，这个物件冰箱要安怎冰安怎放，冰箱才用会久阁省电的。咱做伙来听家电的专家专业的秘方。热天时啊，无电风挡袂牢，配合电风会较省电。是讲要安怎做上界省电？头一点，出门半点钟，冷气敢爱关？不需要关，因为以目前新型的变频冷气来讲，从热的冷房开始要到你真的了凉的时候，它还是需要一个高频运转的时间。那这一段时间其实是比较耗电的。你把它关掉之后，它又开始又热了，所以你要重新开启的时候，它又重新再高速运转一次，这样变成反而更耗电。另外一开始冷气莫开遐强，咁真正就较省电。要把整个热气抽掉，再换新的凉的空气进来的时候，这是需要时间的。那相对你要需要更长的时间的话，其实对冷气量它就是消耗，就开始调自动就好。家电的专家嘛提醒讲，冷气每调关一个温度，就使省6%的电，所以讲建议温度差不多调整伫25到26度拄拄好。若省电，佫袂造成室内外温度差伤济，人会无爽快。过来热天上电的要有冰箱。同款是1级省电的冰箱，真热门的冰箱比冷门的冰箱会使省至少30%以上的电。是虽然是骰子一看的是一目了然，但相对你打开的同时，你里面的冰箱冷流、气流也同时都跑掉。相对你开出来的一小格一小格，真的气跑掉也是只有这一小格而已。唔管我是倒一种冰箱，建议食物放6成甜就好，唔来使保持这个食物的新鲜，嘛会使确保冷空气使循环对流，效果较好。